徛在地看世界，来看全世界为着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7465万人，死亡的人数嘛超过60万人。啊，讲南非的疫情快速来恶化，确诊的病例数已经超过拉丁美洲的重灾区，全球排第5关。不过，有好消息，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研制疫苗临床实验有应效，年底就会当来就市。 新型冠状病毒点点伫非洲大开杀戒2礼拜前，南非确诊病例数都超过法国、德国，即马超过拉丁美洲重灾区秘鲁、墨西哥加智利，变成全世界确诊第5个国家。 South Africa may unfortunately be a precursor. It may be a warning for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rest of Africa. 南非的医疗资源较丰富，就安尼啊，非洲其他所在疫情更加互世卫烦恼。世卫希望讲各国来斗相共，尤其望疫苗研究成功了后，会使变成全世界公共财，抢救非洲。 目前，英国牛津大学紧工程改造疫苗有初步的成果，伫人体内所产生的抗体较有法度对抗病毒。估计9月份量产，年底就用会到。是讲，干那外口疫苗不如落实即卖防疫措施。美国加州7天前重新封锁，即卖加州已经为新增加病例数成长50%的深红色的区域，降到疫情较稳定的黄色的区域。 Haircuts and activities that we want to move indoors, outdoors for personal care service industry. 美发、美甲、沙龙等等会使清洁消毒的工作室，宣告7月重新开放。防疫较无积极的非洲，虽然说6天一天新增加确诊病例拢超过1万，迈阿密病院急诊室的病床虽然说7天拢无够。 无怪非洲的民众伫骂州长迪尚特无体骗子，或者个防疫的记者会无法度搁开落去。